啊拢咧，无啊对咧，外头满咧，歹啊歹咧，白骨早咧，点心串咧，要去倒？去倒位？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5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新北市邦桥这个幼稚园饲药案件，伫10指港体系幼稚园，即卖有一个囡仔验出身躯爱困药的反应。行政院要开放加拿大部分年龄的牛肉拢会当进口，不过高风险的北来是掠瓜，设计会成为公务病接过1年，呼吁民众卖买来食。美国联准会暂停升息，最近仍然用行业宣布政策利率无要改，另外也调降台湾 GDP 到1.72%。讲到这新北市邦桥幼稚园饲药的风波，卫福部今公布29名就医的囡仔当中，除了一个，还佫一个检，其他28个拢是阴性。不过这28个当中有一个是伫咧10指读共一个连锁幼稚园的囡仔，想袂到伊的身躯顶竟然验出别种的爱困药啊，引起家长的惊吓。这新北市政府强调，囡仔检验2届，这数值拢是过过标准，所以应该认定这是阴性。也因为即马逼出北京有一款药的情形，树林地检署也主动分他治案，要解决侦办啊。新北市幼儿园饲药案无脱手，卫福部15公布上新6月检验统计，目前就医的29位幼童中，一个人当日检验，其他28人巴比妥检验结果拢是阴性。因过其中所有1名幼童验出另外一种安平药苯二氮平类 AB 量残留，敢是因为其他因素干扰造成的，也爱去调查。它这个尿中的这个BGD 哈，就是苯二氮哈，就是比别的小朋友多了哈。标准值是切到200纳克，所以在解读上面，它其实是阴性。因为这个幼童伫饲药案的连锁体系的10指幼稚园就读，当事家长伫面册社团发文呼吁父母赶紧带囡仔去体检，未少家长下昼提早到幼稚园真烦恼的接囡仔回去。有想说要带小朋友去验一下吗？对，谢谢。现在要去。对，现在要去。所以有个小孩子好像他的浓度比较高一点，因为刚好我们这个是跟他同一班，那我们就想说小孩子也会害怕，所以我想要先带走。他们其实都是列管的3级管制用药。如果我们在没有服用这样子的药物之前呢，其实是不可能在身体里面有这样子的化合物残留的。6月12尿液苯二氮平类之检验结果为20耐克每毫升。那6月13经过了复验，得到是29耐克每毫升，2次检测的结果皆小于200耐克每毫升，结果判定为阴性。新北市长侯友宜伫面册发文强调，这位幼童2摆的检验数值拢比标准大家，结果是阴性，呼吁外界唔通乌白乱传。也指出市府谨慎处理，已经甲家长联系。国告这间幼稚园留存监视器影像，也毋过饲药案技术过延伸案原案，由林地检署也主动分他治案，会由妇幼专组主任检察官负责承办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今日宣布，要开放加拿大部分年龄的牛肉拢会当进口，不过会排除北内一寡高风险的部位。就这个毒妇科医生就讲，既然政府做过风险评估要开放，所落来就要监控加拿大敢有这公牛病疫情。消基会也批评讲，这加拿大的公牛病疫情才过一年尔，政府就要开放，也呼吁消费者就唔通去买，照顾家己的健康。咱国目前敢若开放加拿大30个月以下牛进口，不过行政议会15确定通过开放加拿大大只牛进口，无涉牛的大细只。除了头骨、脑、目睭、龙骨髓、假肉内脏6大高风险部位袂使进口。看他们的书面资料是可以以后，那我们就到加拿大实地的进行查核，依照我们的程序跟科学的依据来进行加拿大全月龄牛肉开放的这个步骤。食药署表示，台湾较早已经进口16年的加拿大30个月以下牛肉，有伫管控安全。目前世界各国进口加拿大牛，大部分是无限几个月大，敢若南韩、沙特阿拉伯，甲台湾有30个月以下限制。加拿大不管大细只牛肉，会伫美牛了后开放进口。食药署专家评估是会当接受风险。动物科医师认为，后续也是要严格监控当地牛的状况。如果感染到新型库甲氏症，往往在1年内就会过世死亡。所以虽然说加拿大这次从2015年开始就没有产生典型的那个狂牛症案例，不过我建议还是政府的话还是要随时追踪。毕竟呢，在1年多前呢，还是有发生过狂牛这样子狂牛症的这样一个疫区的一个存在。所以呢，在这一个狂牛症的这个疑虑呢，还没有完全消除之前，我们再次表达反对的这样一个意见。消基会批评，到伫2021年12月，加拿大国再传出有牛去感染到牛海绵状脑病，也就是俗称小牛症。饲料是不是有够安全，这个疑虑都还未清楚。质疑安全评估听说可能违法。消基会呼吁消费者应该卖买来捍卫家己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国际研究显示，讲这细菌抗药性是愈来愈悬。台湾到2050年，当年可能因为有3万多人去感染到这个细菌来死亡。这南口中基病院进前就收一个感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住院期间，搁再感染到超级细菌，住院是住超过1个月才度过危险的。第4波新冠疫情继续小，但是国内抗药性细菌感染的威胁有可能更较大。林口中基病院进前是收一个50几岁的妇人人，因为确诊新冠肺炎，双边的气拢发炎，带入去加护病房，后壁佫感染超级细菌，引起败血症，住院1个多月才脱险。第1波是绿脓杆菌，第2波是这个多重抗药性、高度抗药性的克类博氏杆菌，所以这个病人在从治疗 COVID 到治疗抗药性细菌感染，一共我们整个医疗团队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让他健康恢复。台湾感染症医学会讲，国际研究看出，对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了后，一寡抗药性的细菌成形率是大大增加2倍。其中有6大全球公认恐惊是无药通用的抗药性的细菌，包括经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贝氏菌、力量怪菌等等。台湾感染管制学会烦恼，若对抗生素抗药性造成的风暴大意，到2050年，台湾当年会有33000人无命。大医院来做这些带领这些诊所，还有区医院的来做这医疗的一个抗生素管理的一个工作。医界指出讲，抗药性的问题继续恶化，未来可能连癌症的治疗嘛会受到影响。建议政府加速抗生素新药的审核和合理纳入健保，而且较紧补充感染需要的专业认证。另外，新冠疫苗的部分，莫德纳正在研发以 Omicron 变异株 XBB 家族为主的新一代次世代疫苗。总经想讲，若顺利9月就会当进货给大家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性骚扰案件，最近一直爆出来，除了行政院启动修法，这政党也进行内部检讨。民进党推动性平教育课程，党主席赖清德今下晡有加党务主管出席参加。那国民党拜一是召开性骚扰申诉委员会，除了目前有部分其家詹碧文的案件，也证实讲有收到其他新的申诉案件。
性骚扰事件真济，立法院要伫7月召开第2届临时会处理性别法案，行政院会伫7月14日进前将法案送到立法院，主要要定性骚扰样态指引、检讨外部机制、甲跨部会机制这3大面向，希望会当伫7月底前完成修法。我们劳动部、教育部还有卫福部就所辖的这个法案的修法的部分要来积极。行政院要修法，政党是做内部检讨机制。民进党进行3场性别教育，15下晡党主席赖清德甲党务主管做伙上课，问题真踊跃。应该是有性骚扰，对，应该有性骚扰。主港的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副理事长黄家文嘛建议，爱用行动做补救。人我相处的分际上面，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点的一些资讯，让他们更能厘清什么叫做拒绝，跟什么叫做喜欢。教给我们的性会，还有我们的法律会来明确的尊重相关的程序及相关的证据。若是国民党立委鲍坤基的性骚扰案有新的证人出现，主席朱立伦表示尊重调查。国民党12日已经先召开性骚扰申诉委员会，除了鲍坤基、詹撇文的案以外，嘛有新的申诉案。最近会阁增加3个外聘女性委员，已经让案件公平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有一个空军中士对查某大学生卡来手来，这个查某学生去报警察，军方已经要求这个中士强制退伍。对北师大关怀协会表示讲，1999年发生军事馆性侵命案到今，这法院受理63件军中性别案件，由立委公布讲，这5年来国防部所统计性骚扰案件有306件。立委认为讲，这军方应该要有第三方的调查机制，也要增加委员会内面外面聘请这委员的比例。性骚扰、性侵害争议伫社会一直变，国军原来是性别案件真济。顶个月逼出空军中士性威胁女大生，互人反诉前报警，也捌传出中士申请退伍，军方是解讲已经下令态度。北师大关怀协会15公布台湾军民性别暴力事件的调查报告，为1999年军事馆性侵命案到即嘛，法院受理63件性别案件，尤其以性威胁上严重。因为军方喜欢切割，担心影响军队的形象，切割之后让这个犯案的人没有任何的辅导，就丢回社会，然后他常常就要自己去打官司，因此这当中侵权赔偿的官司是很多的，似乎也没有运用这样的自己的一个规定来做一个身心辅导，就让所谓的行为人。就是回归到社会，我们会担心，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他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可能再犯的一个几率是高的。军中较早拄到性骚扰、性侵案件，上接看的都是用法律的方式解决，啊，毋过无针对加害者进行身心的辅导，都切割。黄伟伟认为，军方安尼做无负责，无顾到民众的安危。另外，调查嘛发现有38件军人牵涉到性威胁的判决。总计一半是妨害性自主。有立委嘛公布预算中心的评估报告，国防部将近5年的性骚扰案件有300件，啊，不过比国防部主计局统计结果较少，这个有无公开。全部的案件中，尤其是以男对女的骚扰占93.02%，受害者为士官及士兵占73.26%。对这些所谓的个案呢，也有到我们部里面定期的来由长官主持。跟那个精进的部分，民进党立委陈培如认为，军方爱成立第三方调查机制，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也甲提高性骚扰申诉调查会的外聘委员比例。若是军方性别教育，应该爱伫中正以后的阶段，加强军校生的性别教育，也加心理辅导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外交部长吴钊燮去到一个访问，将伫欧洲各大国峰会和一个总统帕维尔做伙出席。帕维尔也伫咧演讲当中，呼吁各国都要团结来支持台湾。这也是欧洲非邦交国领袖头一届和台湾的外交部长做伙出现伫咧公开会议。外国媒体认为讲，这是台湾外交有新的突破。To continue the policy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We do need support from European friends. Among all those who speak out for Taiwan, I would particularly like to thank the Czech Republic for being in the forefront.
演讲内面感谢捷克的支持，外交部长吴钊燮访问欧洲，14是参加伫布拉格举行的2023欧洲价值高峰会。捷克总统帕维尔参加广场活动，而且发表开幕致辞。吴钊燮就坐伫第一排，而且刷落来到上台去演讲。这嘛是欧洲非邦交国领袖第一摆含咱国的外交部长同台，而且出现伫公开的场合。外国媒体认为这是台湾外交的突破。Let's stay united with regard to preserving the situation with Taiwan, not letting China impose her will on Taiwan. 帕维尔呼吁各国团结挺台湾民主。吴钊燮会后嘛表示讲，这对台湾人是一大鼓励。接落来，吴钊燮嘛按算访问欧盟的总部，和2当前正低调来比，即摆访捷克，吴钊燮的行程公开真济。马洪认为讲是要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欧进前，先加深台欧的关系。所以李强他去的话，他一定是在巩固他这个欧洲国家跟中国的一个政策，那顺便宣传一中原则的一个重要性，让这个吴钊燮的效应能够减到最低。学者指出讲，欧洲反中挺台的力量是愈来愈强，后壁安怎扩大支持也是关键。这当中，意大利的参议院副议长之一友嘛带团访台，总统蔡英文会接见，这嘛是目前意大利国会上关站级的来台访团。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19日访问中国，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到今去中国访问级数上界悬的官员。美国国务院强调保持沟通的重要性，不过也无期待这届会谈会有甚么款重大突破。中国外交部指出讲，昨美中有通电话，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也向布林肯强调，美国就要停止干涉中国利益，其中也包含台湾问题。经过中美双方协商，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会伫18到19访问中国。这是今年2月中美发生侦查气球事件，布林肯取消访问了后，搁再展开访问中国的行程。美国国务院表示，这届目标是建立沟通管道，避免误判甲冲突，也会讨论一系列双边甲专业议题。The places where we have concerns are well known. Fentanyl. Cross-strait issues, their alignment with Russia in its war in Ukraine, which I just spoke to, and a host of other issues. We view thi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diplomacy and our conversation that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have with China. As we have said, they're going to be a major player for a long time. 布林肯甲中国外长秦刚14早起捌通话。中国外交部指出，秦刚将对台湾议题表明中方的立场，搁再声明美国应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国务院伫简报布林肯的行程的时阵也表示，这届除了会见秦刚，甲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也有可能伫19会见习近平。不过嘛，无认为布林肯这届会当有重大突破。军舰马拉西入去马尼拉港，一只有几落百个海军学员的解放军军舰切记公舰，罕见的到菲律宾访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当地华侨，也甲菲律宾海军官兵代表等300多人，拢到码头迎接。I feel very proud of my country, and I think the friendship of these two countries can be stronger. 可以胜我们祖国的边界，现在是搞得很好，比世界更好啊！很高兴为祖国点赞。解放军上届大动的训练舰切记公舰会伫马尼拉港停靠3天，做40天航行的最后一站。这原来是北京首部开设紧张关系友好的做法。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黎巴嫩国会14举行第12届总统投票程序，因为各党派之间无共识，国家元首也是跋倒选出来，这一拖就拖超过7个月。民众上界关心的也是这经济问题跋倒解决。黎巴嫩的总统是由国会选出，每一届任期是6年，各别党连选连任。总统权力包括签署法案、加做法律、任命新总理、甲国会表决之前先同意政府的组成等。14举行的投票程序，主要候选人是由真主党支持的弗朗吉亚，甲由基督徒参无党派机关支持的财政部长艾佐尔。
第一轮投票需要得到全院128席2/3席出议员的支持。若无人过关，第二轮投票只要过半，也就是65票都会当。虽然所有议员拢出席投票，也毋过多数的人将票放入票箱了后，就离开议场。第一轮爱做59票，荷兰只也51票，拢无达到底限，爱阁进行第二轮投票。会场煞无达到法定人数，流会。وكل نائب أدلى بصوته وطبعا النتيجة لم تؤدي إلى انتخاب رئيس بسبب الانقسام السياسي الحاصل بالبلد. تعبنا وما حدا عم يقدر يغير شيء، بلكي ما بيعرفوا يغيروا أو ما عندهم نية يغيروا، بس بالنتيجة وحدة لبنان والشعب اللبناني هو الخاسر الأكبر. 这场已经拖7个月的政治僵局，互权力限制真空，经济好起来无啥希望。法国、美国等国家伫投票进前，拢呼吁众大人士人事共识，选出国家元首来，以推动改革，顺利处理海外数十亿美金贷款。那除了总统的魁无人做，1年过来，黎巴嫩政府由权力有限的看守内阁来管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墨西哥的毒品城市提华纳奉列做全世界上危险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的市长为着要处理这毒品问题，所受到性命威胁。即马国民警卫队着建议市长会当搬去军营内面住。墨西哥北部城市提华纳会当讲是全球上危险的城市之一。市长卡瓦列罗为了处理当地严重的毒品甲恶毒问题，最近受到死亡的威胁，所以毋但伊行卡到的所在拢有国民警卫队驻守，甚至接受军方建议直接带军营，以免发生意外。Bueno, fue una sugerencia de la Guardia Nacional, una sugerencia en razón de las amenazas que recibí, amenazas que no sé de quién vienen o de qué grupos o personajes. 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拜日伫例行记者会表示，政府会调查这件代志，看伊危急的程度来决定卡瓦列罗会伫军营待偌久。欧布拉多同时嘛指出，当地下加州前后2任州长嘛受到同款的死亡威胁。提华纳伫美墨边界，这的臭名大家拢知，一直拢是毒品这的非法物品走私去美国的据点。去年5月，美国甚至阁查到一条藏伫美墨边界超过500公尺长的地下秘密隧道，走私毒品正里边。今年3月，军方查到183粒合成的毒品芬太尼药丸，当地煞变做芬太尼的集会中心。有毒品，当然治安就变真差。过去12个月，提华纳发生1818件谋杀案，发生率这么高，排名全球第2。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美国总统拜登10时强调，美国会想尽办法来减少碳排放，若无这极端气候会影响到后代子孙。加拿大也当咧对付因为高温所引起的森林野火，因为总理杜鲁道10时强调，极端气候发生的几率会愈来愈高。宣布竞选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10时是参加环保团体暗时的参会，争取支持，表达对气候变迁的烦恼，强调美国政府当透过法律拍拼减少造碳，希望在2030年进前，逐年减少10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拜登讲，若无拍拼减排，极端气候会一直影响到后代。There's a lot of threats our children, grandchildren, great-grandchildren are going to face. This is the only truly existential threat. If we don't meet the requirements that we're looking at, we're in real trouble. 和美国北冰相接的加拿大，无正常的高温是引起森林的野火浓烟，佮纽约市正做全球空污上严重的城市。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10时去魁北克去鼓励拍火的成员，嘛强调讲，极端气候会愈来愈接发生。We know, unfortunately, that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re going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over the coming years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that means we're going to have to continue learning, continue looking at how to prepare for the coming years, how to work even better together. 另外，在哥伦比亚的国会10时，各政党当在为着气候的议题做辩论的时阵，有环保人士是穿恐龙衫冲入国会，呼吁议员要重视气候的议题。Nos viene a decir que no elijamos la extinción. Para eso debemos frenar la frontera extractivista y hacer la transición energética, trabajar en una nueva forma de vivir.
伫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则是有2个查某环保人士，因为不管遮尔无重视气候的变迁，把手摕去浸红色的色料，结果伫馆内木台作品的玻璃大顶悬，留2个大红的手印，2个人随风掠起来。瑞典环保组织恢复室地讲，这是因的成员做的。博物馆嘛，当在检查700度敢有受损。公司新闻新路杯编译。加拿大伫咧2015年就通过安乐死合法化，魁北克省进前通过扩大适用范围，要求安宁机构就要提供安乐死，这失智症患者也会当伫咧智力下降进前事先申请做安排。77岁魁北克富人人酒店肺癌第4期，已经拖到脑部，伊申請安樂死，選擇要有尊嚴來結束家己的人生。La lésion au cerveau avec des crises d'épilepsie longues, puis c'est prolongé de quelques mois. Ça me tentait pas là du tout. Mon bout de chemin fait. 這是伊伫4月2日接受安樂死過身進前幾工留落來畫面，心情輕鬆平靜。伊甲上佳嘅生命之樹圖插佇手骨頂面，陪伴伊嘅查某孫仔完全贊成嘛支持這樣決定。加拿大伫2015年通過安樂死法案，魁北克去年有1萬人選擇安樂死。安樂死的比例比其他省份和荷蘭、比利時這個先進國家加足懸的。今年6月初前，魁北克議會通過放寬安樂死的修正案，要求安寧照護機構和私立病院提供安樂死選項。相關專科護理師提供相關的協助，佮穩准神經退化性病痛，親像阿茲海默患者伫腦部退化進前。就成為以後設想提出申請。44歲先生得到早發性阿茲海默，這個等着修法，不過會等2年，和醫師和機構制定相關協議。Je sais, mais il y a une partie de moi là, qui a cette peur-là, tu sais que ça arrive plus vite que ce qu'on voudrait, que ça se bouscule, puis que finalement personne n'a le temps de rien voir, puis là je suis rendue que je suis plus capable de consentir à rien, puis qu'il est trop tard。雖然安樂死有民間最最支持，反對者的立場嘛是真堅定。因憂心法案放寬造成泛濫，互臨終安寧關懷變色，增加對弱勢和身心障礙者的支持。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譯。美國聯準會公布上屆新的利率決策，暫停升基準利率。咱台灣央行伫監事會期15做出決議，第5屆要來打動。央行總裁楊金龍宣布，政策利率無被變動。央行也預測講，台灣的出口會漸漸回升。不過，也是把台灣的 GDP 調降到1.72%，波多保掉2%。美國聯準會宣布暫停升利息，央行也將外界預期第2做。央行喺監事聯席會議15做出決議，終止連5起。央行總裁楊金龍宣布政策利率暫時無動，中等利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甲短期融通利率分別維持年息1.875、2.25甲4.105%。我們的通膨啊，是慢慢的緩步的回降。那到第4季的時候呢，我們的通膨大概會。在2% 左右哈。展望後半年的國內經濟金融形勢，勞動市場方面，央行表示效率回降，就業人數增加，民間消費穩健成長，全球經濟有希望回穩，台灣出口動力會回升，不過央行有望下修咱國 GDP 到1.72%，那比3月的2.1%嘅無法度保住2%，也加做個總出有落差。貿易不好，我們的投資也就不好。那我們呢，跟主計總處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就是說，第一個也是一樣的，就是貿易跟投資的這個部分呢，我們比它下修一些；消費的這個部分呢，它比我們樂觀一點。另外，平穩地權條例7月特別上路，央行無預警實施第5度拍板，針對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新竹縣市，2月16起增加歸還自定金，特定地區第2號買厝貸款相關成數上限7成。平均地權有平均地權，它比較偏向於什麼？預售屋的部分，預售屋的這個部分。那我們的這個選擇性信用管制呢，我們是另外的。我們是一個信用資源不要太過流到那個什麼房地產。
央行表示，会继续关注国内减速货币政策的成效，甲主要经济体减速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北中南三大生活圈推出通勤月票，今仔会当去买，不过要到7月初1开始才会当使用。其中北北基桃1200块通勤月票，台北市早起就卖超过2000张啊！市政府表示讲，希望这大众运输有月票了后，这使用率会当来提升。请问现在可以买 T Pass 了吗？三大生活区的通勤月票，第一天的预购上路，一透早就有通勤族来买这张专属的票卡，面额100，完成记名加台的点数了后，就会当退100。民众嘛会当用原本电子票证来加台买。伫捷运站的自动卖票机，选买都会通的方案，就会当加台买通勤月票。但是同款要到7月初1才会当使用。其实还蛮划算的，因为我是住基隆啊，所以台铁就再加上去就蛮划算的。我是629到期，所以差一天。我刚刚问他说差一天要怎么处理，他说叫我先用1280，然后用1天以后再退掉。上北加济通勤族原本是使用1200块的通勤月票，拢拍算要换。悠游卡公司嘛提醒民众，一张票证敢若会当加达1张月票的方案。若是要使用原本的票证，建议使用到期了后再搁买。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嘛去台北市的捷运站来宣导月票的预购上路，提醒民众会当伫7月初1进前分流来买。我们也希望让我们搭乘绿运输的使用率能够从60%提高到70%。台北市政府表示讲，通勤月票上路了后，希望会当提升10%的大众运输利用率，嘛希望因为安尼会当互北北基桃下区的观光商机规个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议会通过人工智慧法的立法草案，若准顺利，有机会成做全世界头一个全面性的 AI 监管规范。在法案内面有明确定出风险的等级，亲像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这款评分系统，就是袂当接受的风险。另外，也要求生成式的 AI 做出来内容，拢爱该注明标示，业者也要进行风险的评估。And it is adopted. Congratulations. 499比28票差这么大，欧洲议会伫14表决通过人工智慧法案。I suggest you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sible AI development and usage. 伫会后的记者会顶悬，议长阁念出 ChatGPT 的建议发言，这项法案希望会当替 AI 技术的发展来制定标准规范，其中无共风险的，嘛会有无共对应的准则，亲像支援 AI 也是 AI 研发的游戏，台选本所配这种软体的风险上细，可能影响到民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 AI 做信用的评分，较真敢袂当使用基本私人和公共服务者的行为，列作高风险。另外，亲像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这种社会评分系统，也是照行为和社经地位独甲人分类的行为，是袂当接受的风险。The new age of scrutiny has begun. So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cannot be digitalized. Emotions, will, and judgment. All this belongs to us, to this House, which has the ability to set the tone worldwide. This is all about Europe taking the lead. 另外，对生成式的 AI 嘛，需要遵守透明度的要求，必须要讲讲内容是 AI 生成的，搁要防止生成非法的内容。后面是全球第一个定 AI 监管规范的，台湾应该安怎做呢？台湾就像欧盟一样，主张在人权、在自由的这种精神。那如果能够将这样的一个精神呢，融入到相关的这种人工智慧的规范面上，做出引领的作用，那台湾在整个影响世界相关的标准制定上，就有它的一席之地。国科会和所谓保这单位当地建议人工智慧基本法，暗算9月提出草案，要安怎个发展，个会当甲约束，莫造成国安和民生这方面的问题，嘛继续引起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 AI 年会 AI 台湾今仔日在台北举行，有130间企业参加。数位部处长李华仁指出讲，台湾发展的重点就是要推动产业 AI 化，即 AI 产业化，希望公部门加民间企业合作，有更加多 AI 应用。快乐自在，生命在续。甲虚拟人物直接对话问答，这款 AI 虚拟人结合 AI 语言模型，也有精美的视听甲效果。
伫甲人类对谈的时阵，也个因为身份角色无同，也有不同的回应。后面接一个 large language model，fine tuning 完了以后呢，它生成的这些文字，再经过数字王国后面的这些虚拟人生成的系统，然后去做成一个对答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来当互虚拟人物互动更较真实，也个有人利用多角色训练技术模型，将实际影像转换风格，搁生成祝福词，直接做成副卡。AI 应用一直出来，也有业者联发全台第一个带有双手骨的 AI 服务型机器人，对长照文书等领域提供协助。看到这个物件，然后他知道说要对这个物件做不同的工作，这让这个机器人可以自己在测试里面，他用自己的手臂去开门，可以让自己的手臂去搭电梯。无论是伫倒一种场合做什么款的工作，机器人拢会当学习。另外，中小企业若想要投资 AI 发展，工研院也推出 FAST AI 一站式系统，可以用少量的标注资料，那就可以达到同样的一个训练的正确率，不用专业的 AI 工程师来调整这些参数 ，AI 自己会调。产业 AI 化 ，AI 产业化，我们希望各个产业在数位转型的路上更好，成本更低，解决方案更有效率的 AI。台湾 AI 指标性年会 AI 台湾2023伫台北举行，吸引130间的企业参与。安怎应用全球 AI 事件？数位部将重点放伫产业 AI 化、AI 产业化，希望公司协力创造更较侪应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 Me Too 运动伫台湾讨论度真高，中华梦商馆就举办一场性别讲座，针对身体自主权、性别的刻板印象来讨论，希望宣导正确的性别观念。我们现在女生有话语权。所以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跟不要。除了宣导身体自主权，两人互相有意思，嘛无代表会当骹来手来。也佮有社会上常常出现对男女气质的传统印象。事实上，气质天生自然，无应该受限制。最侪人拢会想讲啊，长头毛的、穿裙的，然后介粉红色的，就是查某啊，然后短头毛的，然后看起来较大张的，迄就是查甫。其实咱生活旁边的最侪朋友里面，嘛毋是每一个人生拢生甲拢共款。听课的民众嘛来分享生活中捌拄到的性别议题，经过老师的分享讨论，大家的想法嘛开始有改变。我曾经帮忙给我2个儿子，我说，假如你是第三性别的话，你先脱头一个，好，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就好啊。我感觉今仔日上课有讲到，确实是一开始我嘛感觉阮爸爸就是爱去上班，我妈妈就是爱单纯甲阮顾。啊，原来这嘛是一个歧视啦。主办单位表示，台湾社会其实也有真侪所在需要落实性别平等。不管是家庭、工课场，甚至是外表、穿插，拢应该有更较开放的态度，尊重别人，做伙实现性别平等，创造优胜的环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创立23年，台湾首府大学伫今年7月确定要退场啊！因为这校园真大，真侪民众向议员反映讲，希望政府会当去争取，甲这校园重新建设。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讲会积极来争取，不过学校是有欠教育部经费，所以要等到中央精算了后，才有后一步的规划。今集校园大部分的教室空拢无人，原本校园应该有真侪学生，不过即摆煞受到少子化影响。台湾首府大学决定要伫咧今年7月退场，因为校地真宽，地方民众向在地议员反映，望在未来会使改变成专门运动馆，促进地方发展。遐有足大的空间会当来好挥洒一下，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讲，不管是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囡仔嘛好，亲子馆也好。甚至甲咱全民运动馆，对，咱来甲台糖做嘛，做了后，咱个政府的机关会当进驻，嘛减少咱需要搁起新的建筑物的这个费用。市长黄伟哲表达，市府真有意愿要接手，不过根据了解，目前学校有欠教育部钱，所以爱搁等中央清算了后，会搁调查有啥物单位想要来进驻。那学生的部分，学校已经安排好势啊，不过学生有缘真唔甘。不想离开这间学校，学校帮我们跟教育部安排，有叫
要我们处理转学的事情。台南正有发生退场的学校校园防严重破坏，政府讲7月了后会维护校园环境。台湾首府大学未来会变安怎？地方真期待。黄伟体表示，中央回应爱清算到明年，相信明年才有答案。记者李前有台南采访报道。伫1930年配合都市改造计划成立的嘉义市行动市场，因过是嘉义人娱乐消费所在，也因为即马地主准备要甲土地收倒转去啊，所以在地这个文书团体也举办活动，希望伫咧这个市场设施进前，互大家来记录这个市场相关的故事。导览人员小解行动市场的历史。落雨天的下晡时啊，嘉义市的地方文书团体举办行读的活动，要赶伫这个市场消息进前，互人知影这的历史。台湾的日先报基本是大的资料，然后才知影咱行动市场才差不多等1930年的时阵，伊就开始发展做差不多即马市场的这个雏形。因为我们是住嘉义市，所以我觉得有机会来到新东市场看它最后一眼，其实是蛮感动。新东市场的位置是在嘉义市历史就是城内跟城外历史新跟旧相交的地方，所以其实它有很多可以讲的故事，可以牵连到清朝或者是现在的台湾的故事。那我觉得他们这个地方是有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它未来的发展。嘉义市中心附近的行动市场是伫1930年配合都市改造计划起的。1945年嘉义大空袭了后，佫重启，内底高档佫有一间趴乡的木造老戏院，因为地主个样先做好，即马要甲土地收转去。地主会当发出悲心，甲含市长，甲含各路商，大家佫合作起来，再一次的努力，发展出第二个新庄市场。它能够有机会再重新被看见，当然对城市来讲是正面的。但是这个都要牵涉到说，它能不能够再更广泛的被讨论。这个市场目前佫剩一寡人住伫遮，进前嘛有人伫遮开店做生意，因为地主要求因6月底就要搬走，所以住户拢已经开始咧整理，准备搬离开这个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渔业署举办渔港的评鉴比赛，其中宜兰南方澳渔港唔但摕到3粒星，佮摕到新比客咸选奖。即届有80万名的民众来参与这特别奖的投票。这个彰化的王景渔港是佮再摕到最佳人气奖。渔港是渔船停靠、渔港组是渔会交易的场所，嘛是民众亲爱的好所在。渔业署举办金监渔港评鉴，宜兰县南方澳渔港。落实港区摒扫实施渔业台卖分开，摕到今年上大奖3星肯定，佮得到秘密客严选奖。那对内官府讲，对外国渔港嘛真照顾。苏澳区渔会其实也是全国首创第一个，就是提供热水淋浴。前3年也是配合渔业署的政策，在南宁市场就是渔工比较聚集、比较密集的地方，也设置了7间简易式的热水淋浴间，使用的状况也非常的良好。今日摕到2星的中华王景渔港，是民众票选上悬，再度连任最佳人气奖。中华农业署讲，王景渔港是海钓港，退老的时阵钓竿带有丰富生态，有丰富的景致、灯塔，甲上青的鱼啊，真适合观光旅游。县府嘛举办活动，请大家来到老热。积极的来行销我们王公渔港，我们每年像今年在7月15、16日就会即将举办王公渔火节，那我们还有长达就是1000人考科的活动。全国220个渔港，今年有40个渔港参加金监渔港选拔。渔业署讲，营造渔港多元使用，提升渔港环境美观，卖当互渔港正做民众亲爱佚佗的所在。今年得到上冠级3星的渔港，拢总有10个。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时啊，东部外海直接出现大型的保育类动物，亲像海翁、海猪等等。昨伫花莲大海到外海呢，就10只左右的观察头海翁。然后伫咧台东的外海，也有看到一只豆腐刷挖进渔船啊。14伫花莲外海收海岸船顶的游客，拢摕起相机手机记录至难得看到地球上上大的齿鲸观察头。即摆看到一阵10多只主动向船只挖近，出现时间要挖1天。其中还有一对母仔浮伫水面，不时为气孔喷水刷落来，颈骨尾溜翘起来，真紧冲落水，游客向因道别。
整片外海大概出现将近10头。那它们没有聚集在一起，但是就是零零散散，因为体型很大的关系，所以整片外海其实都看得到它们很特殊的样貌。这是伫台东三环河溪区外海，也有渔船发现一只5公尺长的豆沙，收到渔船的边仔讨食，因为是保育的鱼类，渔民赶紧收网收钓区，惊伊受到伤害。不过这只豆沙一点仔拢唔惊人，一直围伫船边，模样真古锥。不过安怎这寡大型的海洋鱼类即马会接触入伫东部外海？专家讲，因会随着温暖的洋流洄游，阁是不充足，热天东部外海环境拢有这款的条件。他们通常洄游的目的主要是比较像是比如说索饵，就是觅食，然后繁殖跟寻找适合的水温。专家讲，大型海洋海底鱼类会当讲拢是保育类，伫海上因主动挖近人类，可能是有人捌试过因的经验。不过呼吁民众甲渔民伫海上发现因，也是静静啊观赏就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纸板店，真侪人会想到高雄的布林，事实上产寮的大冈山生态园区附近，也是这纸板店重要生态地。不过有一寡民众为着要看这纸板店刷去油树啊，这农业局也呼吁民众讲用目睭看就好，唔通去影响到生态。小纸板店伫山林内飞过来飞过去，若讲到高雄的纸板店，真侪人会想到布林。不过产寮的大冈山生态园区，办用结构去卡头。最近纸板店嘛做到袂算低，附近一丛开花黄目紫树都有几千只。小紫斑蝶它是低海拔，特别它是平地的蝴蝶，栖息地大部分都已经消失，变成盖房子跟农田。那大冈山它是台湾仅存的一个类似平地的森林，是它仅存的栖息地。小纸板蝶是台湾纸板蝶内底体型上细，主要分布伫南部低海拔山区。城市中有一个白色斑点，是形要挖圆石。研究也有几万年的张家良已经注意大冈山真久，知影小纸斑点步伐嘛走来勘察，煞看到有人为着看野的，直直咧游荡求生。欢迎民众最近可以把握时机去观赏，但千万不要摇晃跟攀折树木，不要喷洒农药，不要干扰捕捉蝴蝶，让我们每年都能够再见到这些美丽的一个昆虫。为要保护蝴蝶生态。张高良和行动艺术家林丽晶制作告示牌挂伫树顶，纸板蝶为着生态过冬这因素，伫岛内长途清刷。今年纸板蝶大爆发，导演和农业局嘛提醒民众，唔通甲因搅了，而且美丽的贵客会当安心踮喺遮生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北门有一位连续5年拢摕到杨芳果评鉴头名的农友，伊即马有搁在新试种这个高河啊一款新品种，这食起来是脆骨甜，天候品质稳定了后，就会当卖咯。即马已经有真侪人去甲伊注文。台南市杨芳果的种植面积是全台第1，其中北门区是上大的产区，当地林的温差较大，加上土壤特殊的海盐地质。种出来杨芳果品质拢真好，最近也有新品种准备要推出。目前是算原来是试验当中啦，甲其他的果实来比较的话，品质应该是拢袂安怎歹啦。只要采收有到迄个适度的话，其伊的品质拢会出来。虽然郭明培是传承老爸技术甲品牌，不过一直求新求进步，伊改用有机肥料、减少农药的方式种植。已经连续5年摕到北门杨芳果评鉴的第1名，侪消费者拢抢买来注文以种的杨芳果。品种来讲，伊这支石好是较大个型，口感就是互你食起来就是脆脆，安尼食着互你感觉足舒爽的安尼啦。伊外观就是较椭圆形，外面有一斑纹。目前新品种的杨芳果搁伫咧试种的阶段，待品质产量稳定了后。就通正式上市，互大家一看卖无共口味的杨芳果。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互学生囡仔伫学校食中昼顿的时阵，会当加食寡在地五谷，老娘署和民间团体合作，甄选红豆食谱含教案，就来自印尼的师傅，把这红豆啊加入去因传统印尼的甜汤内面，咱做伙来看卖。眼前的竹汤仔饭5花10色。这是新北市有来各式的营养午餐，加入各种杂粮，包括常常看到的红豆。若即碗是实在多样的跨国改良甜汤，
马经国小的总铺师是为1年来业术会，伊特别将代表湘西的红豆加入菜色，那表达出伊思念故乡的心情，更加有加入伊煮这项料理的爱心。大家一起吃这样子，难对我们那边的故乡的味道可以带来台湾分享。这感觉也要多花一点心思嘛。对，本来煮料都有一点爱心在里面了。为着提供甲红豆加入学校的中昼顿，改变红豆敢若会当做甜汤、甲圆仔配的菜色，农粮署甲民间团体合作，公开评选无同款的红豆食谱甲教案。现场会当看到红豆搁放入去挂包，甚至变做红豆烧麦，甜的、咸的、中式、西式拢会使。也好，学生会当加食到一寡本土杂粮。在我们希望说饮食多样化，或者是说多吃全谷杂粮的这个部分呢，红豆就可以替代其他的举例来说进口食材，比如减少进口的黄豆的使用啊，或是面粉的使用。国内红豆仔主要的产区伫南部，一年会当生产11000公吨，以屏东占7%的产量上悬，国内是高雄。互红豆加入学校的中昼顿，农粮署希望会当互学生入捌红豆，加食一寡低碳环保的在地红豆，对健康甲环境拢有正面的帮助。记者台北报道。过100天就要举行杭州亚运啊！国训中心今仔日举办宣誓活动，即马这体育署长陈世忠也期待咱的选手会当拼到真侪金牌回来。操练体能，则含教练练拍手背。同学木胜区的铜牌黄小文含刘宗泰，这对师傅含多地，2017年就入去国家训练中心。这当外来生活就是训练和比赛。9月黄小文就要去第2摆亚运。上一届的亚运是受伤然后退赛吧，那今年希望自己就是可以健康完赛以外，然后也希望可以突破自己上一届的成绩。3月世锦赛摕到金牌，等来台湾了后，才发现讲正手已经骨折。黄小文讲，经过休困已经完全恢复，接落来会亲像进前同款，刷去美国来训练。庆典部红放入去亚奥运做正式的项目，亚运剩100天的宣誓活动，特别予培训队开场表演。国手刘成德讲，去年就入来到中心，这一下亚运就要到啊，有感受到更加侪人关心霹雳舞。透过亚运，这次亚运或者是2024奥运，真的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霹雳舞到底在干嘛。那打工赚钱，然后去到国际比赛不容易。那其实来到国训中心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国训中心的资源。通训练的浪旁柔道男神尤永伟嘛参加活动。尤永伟讲，这个亚运20岁，经过5冬含参加冬奥，心态想法拢当大人啊。持续有很多的国际赛事要准备要备战，所以就是也朝着自己的方向就在努力，因为自己都在亚运能够有好表现。体育署长陈世忠讲，台湾1954年参加亚运以来，加起来已经摕到99面金牌，这届金牌数都会破100。这届代表团有800个人，选手有500个人，史上上侪。希望各手拢会当自我突破，摕金牌拼冠军。记者综合报道。大自然就是上界赞的教室，伫新竹的保基家庭，因带囡仔去到大自然创作家己的游戏场，这囡仔会当哪耍哪学台语。囡仔第用竹仔做的游戏场，爬过来海过去。另外一边是伫家己挖的水池，算甲有够欢喜。个囡仔利用竹仔透过大人的指导，家己搭起一座便桥，实在真厉害。因为我就看到遐竹仔，就想讲安尼，家吐去对面就会当过去。爱甲处理好耍。非常好耍。安怎讲？倒位好耍？因为我起这桥会使爬过去耍，而且佫会使耍还追课啦。其实囡仔爱伫这个佚佗的环境内底开始会使做迄个风险的评估风险评估。你若无予伊去学，伊后摆就袂晓伊敢若会晓踮些个足安全的所在去佚佗其实有当时颠倒会受伤新竹武艺团体想要互囡仔加接触大自然，特别带囡仔来外口，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工具，打造出大自然游乐场。大家哪耍哪讲台语，小改生活，提醒注意安全，全程拢讲台语。
不管是进行游戏，还是甲伊做一寡可能有一寡危险的动作，嘛是会甲伊适当的提醒，啊，搁会甲囡仔提醒讲哦，咱即马伫遮，咱爱讲，譬如讲咱讲台语，还是讲咱爱讲客语，还是讲等等的语言，嘿，所以伫遮即个环境是足自由的。教囡仔功夫，家己搭游乐场，毋但囡仔爱耍，就连大人嘛感觉真趣味。接触大自然，互囡仔在生活中有无共款的刺激。大家同齐讲台语，嘛是替囡仔创造更较多元的语言环境。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亚洲头一座哈利波特影城明仔载伫东京特别开幕咯，而且因强调讲，这场景是甲电影同款，有趣味的一个魔法会当体验。目前是还未开幕，不过这门票一期已经卖到8月以后去啊。今日霍格华兹学校的大厅，校长邓布利多都徛伫头前迎接你。这都是明仔载要伫东京开幕哈利波特影城，是华纳兄弟公司伫伦敦了后所打造的第2座，也是亚洲上界大的哈利波特影城。游客会当伫9个3/4月台跳起哩甲电影内底同款的特快火车，变做霍格华兹学生，行一段哈利波特奇幻的旅程。What's unique here for Tokyo is that we also have added some sets which is not available in London. For instance, we have the moving marble staircase where the guests can also have their portraits taken and become a moving portrait on the walls. 影城内阁有真侪个电影场景，半面惊人的大理石楼梯，伫遮真正会震动。游客也阁会当翕影片，变做壁顶画框内人会震动相片，来一粒沉浸式体验。其他亲像哈利波特伫困的楼梯骹、真下房间、巫师专属的车甲巷加禁忌森林，拢互人大开眼界。而且也阁有机会坐起哩飞天扫帚，参加魁地奇的比赛，甲魔法生物面对面接触。试食电影内年幼美丽的滋味。虽然16只会正式开幕，不过业者表示，疫情了后，全球旅游规个热起来的时阵，8月进前的门票拢已经卖了了啊。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5度到30度。苗栗到昆林对25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0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今仔日妈妈的菜摕出来车片，麻仔是天然的防腐剂，防止跳绳。啊！